明仔就是母亲节啊！新竹有一间科技大学的设计系学生，伫咧校园内底用真侪花来做艺术品，希望互千里迢迢来台湾读书遮的外籍学生，会当透过作品来受因的妈妈，也减轻对故乡的思念。一群自外国来台湾读册的外籍学生，甲花合照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度登去过母亲节。学校特别请因在校园内设计花艺作品，互因表达对母亲的感谢。从去年到现在是1年多了，我没办法回越南看妈妈，然后特别想家。然后我希望是说现在疫情好一点，变成好一点，我可以马上回去，然后跟妈妈是在一起，是跟妈妈的感情比较好一点，对。因为在这边也是很想家，很想妈妈。学校讲，对外国来台湾读册的学生，除了一般学业以外，还有语言参文化无同的挑战。透过母亲节，在校园安排一个所在，互因会使翕相，把相片传回去给母亲。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疗愈花园，让学生不只是母亲节，在任何的时候经过看到，透过花的疗愈呢，让把这样的爱与温暖分散给更多的人。学校希望透过这届母亲节的活动，有法度回去厝内过母亲节的外籍学生，在台湾读册，袂使感受到厝内温暖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